夢幻嘅海上學期，點會搞到有學生被踢落船？有男教授肆無忌憚咁性騷擾女同事學生，有教員夫婦喺中途離場，同埋有位 Karen 阿姨當學生係細路仔咁去管。今集我要繼續講下當年海上學期嘅奇聞奇事。話說我參與嗰個 Scholarship 海上大學計劃，2008年1月至4月係第二個學期，2007年9月至12月舉辦第一個學期。去嘅係地球另一邊，由希臘首都出發，穿過巴拿馬運河到澳洲紐西蘭，完程喺香港落船。我喺 Facebook 同第一個學期嘅一位參加學生傾咗幾句，個學生都係嚟自香港㗎。佢話至少有幾位同學對呢個行程有好嚴重嘅投訴，有美國學生仲諗住採取法律行動添啊！但係佢又唔肯透露係乜嘢事喎。我都專登留意新聞㗎啦，但係就冇報道，大概最後都係不了了之。呢集我只可以根據我喺第二個學期嘅經驗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咪提到我負責教2個課程嘅，其中一個就係世界文學。班入面有一位我唔多中意嘅美國女學生，我初時好難去具體解釋點解唔中意佢。佢個氣場俾我感覺係一個超級麻煩友，唔多用心，但係又諸多挑剔嗰隻。後來我聽人講佢成日飲酒，船上面每人每日限買4個 unit 嘅酒，不論啤酒或者紅酒。聽聞佢用埋朋友嘅 quota， 仲有傳聞話佢帶違禁藥物上船，至於點帶就唔知啦。其實起程之前個個人都要驗小便嘅，船上面係實行 no drug policy 噶嘛。世界文學編排喺早上8點半上堂，佢就經常缺席。但係試過缺席之前嗰晚，甚至半夜，佢都同其他船友用電郵傾偈。收件人仲係全船嘅人添。學期中嘅測驗佢冇到，我主動聯絡佢補考，內容係要佢寫一篇好簡單嘅短文，但係佢又唔回覆喎。跟住我喺飯堂見到佢同啲朋友好開心，若無其事咁嘅樣，尷尬嗰個反而係我。之後發生咗一件事，令我如釋重負，暗地裏慶祝啊！話說我哋差唔多去到南非嗰陣，有一晚呢個學生飲醉酒喺甲板嗰度暈咗，最係由船上面嘅工作人員發現。船嘅 captain 決定唔俾佢留低，要佢通知屋企人喺南非接走佢，理由就係佢嘅行徑危害自己同埋其他人。不過最令我詫異嘅係，當時船上面有所謂嘅校長，佢係美國退咗休嘅教授。呢位校長成日都懶好人、懶感性咁。當時佢係唔想趕個學生走，直情當佢受害人咁。我由其他同事口中得知個學生就快要走，於是問個校長，想確定消息屬實。呢位所謂嘅校長好認真，瞪大對眼咁回應我話：冇咁嘅事喎，你喺邊度聽返嚟㗎？當然，個學生走咗之後，我就唔再需要確認啦。不過大家同事一場，我又有份教個學生，佢冇理由為咗保護佢，向我否定呢個事實㗎嘛。其實佢大可以承認，之後加句唔好講咁多住啦，免得影響個學生啊嘛。佢否認只會令到大家互相唔信任。都唔係淨係學生有問題㗎，有啲教授離譜到一早就唔應該俾佢哋上船。當時有位60出頭、身形好肥大、賤肉橫生嘅美國男教授，本身結咗婚㗎啦，老婆唔喺度，佢就盡顯大色狼本性。本來佢喺中東聯合酋長國一間美國課程為主嘅大學教緊，趁成年假期就嚟船上面教。有好多新相識嘅同事一早已經發現佢係所謂嘅 dirty old man， 經常講鹹濕嘢，言語之間又歧視女性。好不幸，年紀較大嘅同事就好包容佢。有次我企喺佢隔離，
佢唔知講開啲乜嘢，突然間用隻手掃一掃我條腰。自此有佢嘅場合，我都盡量避免。就係呢個緣故，我同其他同事嘅關係都疏離咗添啊。不過因為唔係長工，我就冇額外花精神時間去同佢哋解釋。佢嘅學生都遭殃，因為佢上堂會批評學生嘅衣着，用啲好曖昧嘅字眼。有位 Tomboy 型較為成熟嘅研究生公開講到明，佢話如果要 S 人嘅話，就第一個 S 佢。個 S 字係用嚟取代 YouTube 唔中意嘅字眼。不過男教授自己唔認為有問題，佢話佢習慣中東文化，仲怪啲學生針對佢添。又試過同事之間指出佢言行唔恰當，佢就話唔記得講過或者做過啦。不過都有啲同事好包庇佢，話佢其實都冇對學生造成乜嘢實際傷害喎。最離譜嘅就係呢個教授喺船上教足2個學期，我聽返嚟，第一個學期嗰陣佢已經有好多學生作出同樣嘅投訴，主辦單位接到啲投訴之後，居然俾佢留返喺度教第2個學期，原因就係佢教嘅課程好重要咁話。其實佢教嘅係大眾傳播嗰範，根本就唔難揾人取代佢，搞到冇佢唔得，真係荒唐。佢嘅條件唔係咁好添，學位都唔係 PhD， 係 DA 啊 ，Doctor of Arts， 即係唔使寫論文，只係上堂嘅課程。學校仲係全美國排到400嘅添。如果佢個人唔係咁衰呢，我係唔會特登挑剔佢學歷㗎。我知道佢後來返去中東繼續教到退休，個款咁唔健康，但係家陣仲未 S， 安享緊晚年。同船有位女同事 Colly 好好，人品都比佢好好多，但係後來就好後生過咗身，真係好唔公道㗎。咁多人 S 唔見佢 S， 呢個故事係教訓我哋要錫自己多啲，千祈唔好虧待自己啊！老色狼冇被趕落船，但係有個中年美國男教授同埋佢隨行嘅德國老婆就喺南非嗰度離場。我到依家都搞唔清佢究竟係被趕走啊，被勸喻離開啊，定係完全自願落船呢？其實喺船上面嗰陣，我同佢兩公婆都算幾 friend 㗎，應該可以咁講。就算性格價值觀唔係咁相似，嗰個環境你總會同一啲人熟絡啲，互相照應啊嘛。我覺得個男嘅都幾風趣，幾有娛樂性嘅，一齊食飯佢會講好多笑話，juicy 八卦嘢。個醉酒女被踢走都係佢第一時間通知我嘅。佢老婆有啲母性，對學生甚至我都表現得好似阿媽咁。教咗個零月之後，有傳佢同一啲學生有衝突。不過我個人覺得學生啫嘛，都唔使搞到要走啩。後來有個俾佢教過嘅學生同我講話，佢個人好尖酸刻薄。呢兩公婆走咗，就要揾其他同事取代個男教授教埋下半場。有一輪我都唔習慣，因為要揾過一啲新嘅同事一齊食飯。呢個故事未完結㗎，行程完咗之後，我同呢位同事喺電郵嗰度傾咗一輪，後來失去咗聯絡。有排我好想知道佢兩公婆嘅近況，但係其他人都冇晒佢哋消息喎。我於是喺網上面揾佢哋，我咁先發覺原來個男教授係冇博士學位㗎，但係佢一直派卡片講俾人哋聽話佢有。我唔知佢申請份工嗰陣有冇用假文件。我記得我當初搖佢申請嗰陣係要補返啲學歷證書。佢老婆仲犀利啊！我居然揾到幾年之後嘅法庭文件，證實佢喺美國2000年左右因為藏有及有意售賣大麻被拉判有罪。後來兩公婆喺美國、德國兩邊走，個老婆返去美國入境嗰陣，因為冇申報到自己嘅犯罪記錄，個法庭最終判佢喪失永居資格。我最近聽返，佢好似返返去德國，個老公就留喺美國，唔知仲係咪兩夫婦呢？除咗呢啲咁誇張嘅例子，船上仲有其他唔少參與者係唔識尊重人同人之間嘅邊界，侵犯人哋嘅基本權益。某程度上係可以歸咎船上嘅環境，
不過本身嘅性格都係因素。話說有中年女教授帶埋男朋友上船，中途決定喺船上舉行婚禮。本來都係開心事嚟，有得食有得玩嘛。不過後來佢有幾位學生，亦都係我嘅學生，向我透露，女教授以搞婚禮好忙為理由，測驗過咗好多個禮拜都未改好卷派返俾佢哋。我後來同啲局外人討論返呢啲奇聞奇事，佢哋都認為咁做係將個人嘅生活同埋工作完全模糊化。如果係正常嘅工作環境，斷估佢都唔會咁做啩。尤其係全班得個7至8個學生，改卷又要用幾多時間呢？其實呢位女教授仲有其他病態嘢㗎，例如有學生上佢堂嗰陣掛住玩電腦，係好乞人憎。你除咗勸佢都冇辦法㗎，佢冇去騷擾你同埋其他人已經唔算太差㗎啦。但係個女教授居然走埋去，啪一聲閂咗佢部電腦。個學生真係激動到衝咗出去，冇返去課室。個女人同其他同事講起，仲理直氣壯，覺得自己啱，個學生錯晒，咁先黐線。以而家嘅流行用語，真係典型嘅 Karen 啊！船上學到嘅嘢，尤其有關文化同埋傳意嘅課程，唔可以話係錯晒或者完全冇用嘅。但係最危險嘅地方就係有太多典型，令到學生讀完之後以為自己已經知道好多，其實係對個世界更加多成見。例如有個西方學生見到個黑頭髮嘅同學，傾咗一輪偈之後，就套用返課堂所學到嘅框架同埋詞彙。話你中國人唔係應該咁嘅咩？咁其實黑頭髮都唔一定係中國人，即使華人都分開好多種噶嘛。呢個都算啦。有一個50幾歲仲喺美國讀大學本科嘅老天真呢，有一次喺午飯時間叫我講佢知當日做咗嘅一件錯事。我話我冇做到任何錯事喎，佢就答話冇可能嘅，你要細心諗，一定會諗到。原來佢嗰個咁嘅練習呢，係想叫人反思點樣可以做得更加好，令到世界更加美好。呢個係船上嘅大氛圍，好多學生同埋教職員好似有意無意推動呢個令世界變得更加美好嘅目標。我唔會話佢錯嘅，但係真係好乞人憎，因為嗰個老天真嘅口吻呢，十足十啲紅衛兵咁。討厭嘅進步派叫做左膠，更加貼切應該叫做左衛兵啊！我出世嗰陣係清白，我希望我走嗰日都會係清白啦。講咗咁多，大家可以嘗試分析2個學期之後，成個計劃被取消，除咗油價貴之外，仲有冇其他可能性？雖然我就分享咗咁多陰暗面，大家如果有機會免費去嘗試嘅話，都唔好錯過嘅。因為船上仲有啲正常嘅人，只係佢哋啲嘢唔夠 juicy，冇乜好講。好似我自己咁啊，只會悶親你咋。其實呢個計劃係有價值嘅，好似我上集提到，如果未上船有多啲時間準備教材就會好好多，因為中途要修改實在好煩，同埋要小心挑選教職員，唔好用啲假學歷嘅。當然要盡量確保參與者都係有紀律同埋自制能力嘅人。審查背景同埋人格係有難度，不過如果明知某人個底係花晒嘅，就冇理由再錄用㗎嘛。仲要有明確嘅員工指引，以個案為例，解釋乜嘢行為一定會零容忍。4月中完結之後，我有一輪好唔習慣陸上嘅生活，懷念之前浮下嘅日子，所以如果唔係嗰啲咁不堪嘅人，我一定會十分之留戀㗎。